喊声想象一下。因为经费不够，所以只能用嘴巴。一个石头的声音，石头。够了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在海边，而且你是蝶式25公尺的姿势，然后被水母咬到，哎呀！在那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部落，依靠美丽的太平洋海岸山脉在身后，它叫独立。还没有丰年祭，不要乱叫。住在那里的阿美族，他们热情又活泼，一切都是假的，生活过得自由自在，渔猎是他们传统，它叫独立。我生在这里，我有小花，现在长成换你。像林黛玉。这里，独立，我爱的部落，跳着舞蹈围绕在一起。唱出阿米斯的歌，咿哟咿咿呀，唱出阿米斯的歌，咿哟咿咿呀。
台下没有阿美族了吗？哦呀。